后来镜头锁登来台湾，来去台南新化西老街，除了会当欣赏到巴洛克的建筑之外，阁会当看到真侪历史悠久的老店家，像到这个145年历史的米甲，也阁有经营超过90年的老饼店。若是洗了忝，阁会当停落来歇脚，啉一杯精品咖啡。讲到台南的新化西老街，四界拢有惊喜。 这座2层楼高的木造米甲，就伫新化老街进化米店。经过100年岁月，为在地生产白米，饲在地人，已经有10外档无咧运作啊。伫要废掉时，在地青年设法将伊保存落来。民国8年，新化有电就有这台联米机，因此它在当初呢是非常先进的机器透过这台联米机，然后变成一个米食文化教育的场所。 今日新化老街，这上好的名称，直接是用水泥糊起来的夜晚馆，保留本地复兴时期巴洛克式建筑风格，有立体美感、甲艺术的气息。另外，这间太香饼店所卖糕仔饼嘛，真有古早味。这个传统饼经营90外档，见证新化早年的老练。最早的当时阮传统的饼咧自现主时啊，阮嘛是真流行。阮的水果饼、红牛印做过红牛印食饼最大的会使来这间咖啡店啉一杯咖啡，在外地踅一大日最后也是回来故乡新化，想要让老街增加不同的气氛。可以来这边，其实可以接受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那种咖啡馆文化，这是我这边可以提供的。1920年，新化街路进行重划，民众拢引进西式的建筑起洋楼，这是手工所刻画出来，活灵活现。 行伫内面，远看过真侪100年的老厝，依然是完整保存当时的风貌，嘛展现新化老街才有的特色。